收看银歌闪，灵红宝惨。皇上武艺高强，臣妾甘拜下风。哈哈哈哈！这是爱妃小娘啊！皇上小休困者，臣妾来去旁身仔地，来甲皇上保凉体。妖孽竟然甲闯入后宫，大打！皇上，你敢是王兄啊？为什么变成大蟒蛇？拢是人公害我，唔能大走皇上对我爱，搁害我毁谤三宝，才会死后沦落地狱，化身蟒蛇受苦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！皇兄，我要来救你，我要来救你！地主小燕靠祭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免礼，灵位菩萨，皇后在地府变蟒蛇，伫咧受苦，求我救伊，地主是要怎救伊？牛武帝，你爱以慈悲的心，传下佛门宝藏，你才用介绍你到佛门的因果禅。什么是佛门的因果禅？既然到，你就明白，无虚伪的受苦，哪有良方宝藏？文殊菩萨，你要甲伊斗三工。是。因果禅，灵王宝藏。两早世上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养养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他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养养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他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这个法境，难道我伫咧练功？哈！哈！
见笑咧，你看目睭，一直看你遮来哦。我知影，一定看啊水，看你爱我来款。哎呀，人讲啊，人做袂惯事的呢。你知影我这个人哦，敢袂当随便人爱的是无？这款人歹讲讲。哎呀，人讲安尼是要哪写？歹世间的。阿姐，你来看就好啊。我金写，写哈。怨气，我一定要讨倒来。你这是叫做小恩，我就先和你批判一下。错。多吉相助。 阿弥陀佛。叔，你什么时阵来的？小燕，我什么时阵来拢无重要，上重要的吼是你若身体较好的时阵来我遐一趟。是，地主遵命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困起会快，那我们会使来落倒一下。啊是安怎这哪安尼经书安尼字遐尼济啦？啊这要写到当时才写会完啊？哎呦，我写到手酸干。只要较有耐心吼，一下就写完啊。小伟啊，是你较敖咧，你较聪明咧，你写较水啦。你看我写甲你乱七八糟，这真正吼袂看你，我嘛写袂落啊。啥物啊？这也叫做你哦？嘿，敢若桂林画有啊？无爱看会有啦。嘉明，哦，嘿，你咧甲我笑啥物哈？啊，我后面写甲你啥物关系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搁再讲哦，我较早就刺甲提起来哦。啊，咱平常有够害啦，嘛足无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伊就知影讲吼，这字吼无介意我，啊，我也无介意这个字对无？啊，常常叫咱来遮啦，抄这什么经啦啊？阿姐，后壁爱咱来老禅师遮抄经，一方面是会当训练写字，另外一方面嘛会当培养耐心。老禅师啊，丁姑娘讲了上对，抄经吼，字的好歹，迄无要紧。人讲抄经是咧抄心，这才是重要。对，有听到无？若是心存佛道，咱咧抄经文吼，就是千行抄起来才剩一字。心若无佛道，你一字互你抄，就抄咧甲规千行去啊。所以讲吼，爱记的哈。一字就会当啊。来，我看卖啊。想袂到，伫这个和尚庙内底，阁有出现着遮尔缘投的查甫人。哎呦，莫非是有做伫咧甲我保庇，要甲我做媒人？啊，安尼我甲伊有缘啦。讲吼，这个经文吼，你二错别我的心纷纷，梁妃凤舞抄经文，看前看后我了分寸，心乱如麻你暗思君。啊，一字一笔我拢专心，只是这经文我都看袂真。经文含义妙无穷，佛道开示理如神。见识不凡其如此，智慧超群无卡输。都有千金来到厝，岂有无事大丈夫啊？大丈夫。
老山叔，嘿嘿，你根本抄啊！好，超好啊！嘿嘿嘿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无用做恁哈。多谢老山叔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嘿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老上师啊，我是想讲吼，有一件代志吼，要来请示你呢。哎哟，你头拄仔咧抄迄经文吼，句句都是咱佛道的开示，啊，你搁咧请示我，哎哟，唔免啊啰嗦啦。哎哟，唔是啦，老上师啊，这甲迄个经书哦，完全拢无关呢。那我即摆问的吼，是要问我啦。我讲小的啦，系对，我讲小的两个终身大事啦。我是讲吼，老上师啊，拜托你者，你小甲我讲一个，开示一个，安尼，当时嫁出去安尼啦吼。这啊，你是了有白讲啥啊？哎，我哪有白讲啥？啊，这都对哦，这正经。老上师啊，那这吼，爱甲你开示啦。开始哦。这吼，因缘互咱袂记。吼，若是讲家期若到，就会当完成你美满的良缘。啊，若是对象嘛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阿弥陀佛。眼前。哎呦，那呢？哎，小妹啊，这老上师来讲会讲安尼啊？安尼咧问婚姻，啊近在眼前，啊眼前就佛祖啊，啊厝咧边啊，都拢这师傅啊。哎呦，哎呀啦，安尼伊的意思哦，叫咱两个袂使嫁人，我才要做年糕的款。哎呦，小妹，回应你啦，你若真要嫁人呢，我爱做年糕，人无爱啦。这啊，你莫伫遮咧闹啊啦。多谢老乡师开示，地主过时。无啥，无啥，无啥。哎啦，我一想，敢讲阮阿娘的病，甲迄只高井有关系？过去是无啦，未来爱注意。也若安尼，我是要倒去找药方医治阮阿娘的病。恁阿娘哦，嘿嘿，恁阿娘身边啦，身边爱心有医。是什么心病？当然问恁阿娘，伊就知啊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享。名声落江湖，因的骄瑶瑶啊，你若唔读书，哪会踮咧遮佚佗啦？阿妈，我是要锻炼身体啊。查某囡仔人也袂当去当军落战场，练什么身体？我要甲爹赶快做将军啊！做将军，你若是查甫囡仔吼，你要创什么阿嬷拢会应准你啦。可惜你是查某囡仔，都要有一个查某囡仔款。妈妈，你上爱骂人啦！啊，你若若是去倒位啦？阿妈，阿娘去甲你拆药啊！搁拆药啊！哎哟，唔请大夫来看，遐个世界去拍拍走。阿妈，阿娘是为你好啊！为我好，伊若真正为我好，唔着紧替我生一个查甫孙。我知影阿娘足想要抱孙，我嘛是有四界去求佛拜神，都是无法度，才会互阿娘这尔失望。我实在心不好。阿娘，我等你。阿娘，乖。阿娘，这是补心的秘方，会当清心开脾，对身体真好。阿美呀，但我也毋是药罐，我安尼食几落10条也拢无效，你就莫搁吃啦。那慧玲啊，这条哦是足好的秘方呢，听讲爹神嘛拢食这条。好你笑吗？阿娘，阿辉，啥物叫互你上嘛？大小姐，老慧玲，你是咧骂我一派好言。将军请坐。大将军，
大将军，你下山了？是啊。哦，拄则恁三位，敢是伫宝智禅师遐伫咧抄写经文的三位居士？那遐是正拄好，咱伫遮搁再相谈啊。大将军啊，伫遮相谈表示咱有缘啊，我才有泡好小茶。来，大将军来啉一杯啊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要无安尼，小等下我就请你饮几杯啊。我先敬。来，将军我敬你。有人要害死小燕，真是天作恶人！阿姐啊，你是咧创啥啊？让我惊一下。你咧怪我？你看你家己咧，规路安尼戇神戇神，你哦唔知咧受啥物罪哦？人哪有咧想啥？佮讲无？你骗别人骗得过，你骗我骗袂过啦。我是恁这样呢，来，照是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咧孝顺迄个将军大人？是倒一个将军大人？免假啦，搁假都无成啊啦！我是讲哦，伫迄个宝智禅师遐，当着迄个将军大人啦。较想遐缘投得着，恁这看到吼，嘛已经是望叔叔啊呢。可是这个人哦，生了古水有人缘，得人疼，较想遐真英俊。恁这样吼，食到遮尔济话吼，也搁毋捌讲介意一个人介意甲安尼吼，过拢无情无信。然后我爱一摆吼，嘛毋知偌好咧。小妹啊，规气哦，咱来参详一下。那恁这样你就知影，我度量上有的人对毋对？规气哦，咱两个讲假，咱两个做伙来爱，安尼好无吼？阿姐，你哪会逐摆拢安尼黑白讲啊？小妹的心意我了解，阿姐心思你嘛会知。缘投啊翁啊谁无爱，咱共配一夫来结和谐。漂水相逢分东西，家去何处咱毋知。说什么情来讲什么爱，你胡思乱想不应该。哈！我胡思乱想，我才无亲像你咧，你这讲是妖怪咧假说你。阿姐，你逐摆拢安尼黑白讲，人无爱插你。嘿，哎，真死人，讲笑讲发秘密就秘密，安尼嘛小等咧，等一下啊哈，是江船爱江人，啊哈爱分相牵。有啥若好才有空，因的招牌。加油动！将军，今日死去头来！本来有人要替我害死小燕，想不到恁两个小查某爱管闲啊事。哎呦，迄将军是中毒啊咧！哎呦，小妹啊，这中毒要紧啊无哈？好佳哉，将军大人的话讲真厉害，已经将一寡毒药逼出来。要毋过存伫个体内，我一定要替伊输出来。啊，那要紧的啊，你甲输出来啊！啊，无遐尼缘投，若死就可怜，你知唔？将军大人请。将军大人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原来是你为姑娘解救。当然咯，今仔日交代是阮小妹仔咧，伊用伊的嘴咧来叫你来读话哦，所以你若要感谢吼，你要感谢阮小妹仔。感谢救命大恩。大
大人是顶过大将军，会当替大人解围，是阮的公言。对啦，拄则吼，害你迄个人哦，乌鸡身躯哦，我甲找着哦，这没有什么灵牌呢。靠老栓，你小小禁卫军统领，竟然派人要暗杀我！将军大人，老栓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禁卫军统领，应该无迄个胆量敢暗杀。老栓还佫伤细哦，那安尼，若要佫较大的，哎呦！啊！你无好地，别人要杀你哦！放小派。两方坐参有原因，才袂死后变蛇身。劝咱世人莫堕陷，害伊因果才是真。这世善果净世因，因公操兵无他人。心店救命欠温情，善有善报来提亲。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敢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会变云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